我係阿龍，呢個頻道專講熒光大師嘅文抄。如果你係食齋念佛嘅人，呢個頻道就可能啱你啦。咁如果你唔係食齋念佛嘅人，呢個頻道就可能就唔啱你。今次講點解要睇文抄，點解我推介文抄？因為文抄有深刻嘅修行人嘅答案。佛法嘅答案同世間人都唔一樣。世間人嘅答案冇諗到來世，冇諗到輪迴，但係佛法知道有輪迴，知道有來世，知道有過去世，所以佢俾嘅答案完全就唔一樣。世間人重視嘅嘢，例如話財富、名譽、仔女，喺佛法裏頭都知道，係宿世善惡業力所現。咁財富地位都係隨住生死消滅，所以佛法重視嘅道本身係菩提。咁文抄有三大本，如果上一次睇晒都要花一段時間，但係有精略嘅版本，有文抄精華錄同埋文抄家言錄，同埋一部叫做《護國釋災法會》嘅細書。呢部書更加妙，大家可以由呢部細書開始。